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1月3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，17节到19节。撒迦利亚书13章第1节到第9节。启示录14章第6节到13节。今日开始已经是进入伫这个每年读经的第2年的这个轮流啦吼。今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主题是为主来死。圣经甲咱讲，为着义受逼迫的人有福气。为着基督来受害的人，要得到上帝的恩福。是啦，因为基督徒的生命事实上毋是一个真简单的一条路，宣教的路嘛，毋是一个简单的路。有一首对基督是主这个诗歌本出来，诗歌叫做“毋是一条容易的路”。歌词讲到基督徒的生命道路无简单，但是因为咱有主同行，因为主咱就有平安喜乐。歌词是安尼写，毋是一条简单的路，但是有主甲咱同行，因为咱有平安喜乐。毋是一条简单的路，毋是一条简单的路，但是因为耶稣做伴同行，光照我的路途，来背负我心上的重担，毋是一条简单的路。试探烦恼常常拄着，人生旅途是迷魂危险，但是有耶稣的手脚牵我行平安大路。崎岖不平，只有主会当修平。毋是一条简单的路，毋是一条简单的路，但是有耶稣同行，光照我的路途，来陪我心上的重担。耶利米书13章第1节到第6节提到着上帝要赏赐予大卫的后代囝耶路撒冷的居民一个水泉，这个水泉会通洗除因的罪甲污秽的身躯。圣经安尼讲，伫迄日要为着大卫的后代甲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水泉，通洗除因的罪恶甲垃圾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，伫迄日，我要对这个地除去偶像的名，互人袂阁记得因。我嘛要对这个地除去先知甲污秽的心。若有人要讲预言，伊的父母会甲伊讲：你该死，因为你奉上主的名讲白贼。伊若继续讲，伊的亲生父母会甲伊插死。伫迄日，逐个假先知会因为所看见的异象，感觉见笑，佮穿先知衫骗人。伊会讲，我毋是先知，是农夫，一世人做农。人若问伊，你的身躯哪有伤？伊会应讲是伫阮朋友因兜受的伤。因拢毋敢承认，凊彩讲其他的话。因的生活真是苦。这个是假先知的情形啦吼。先知撒迦利亚佮继续安尼讲，上帝要兴起刀剑来攻击上帝的牧者甲同伴，互这羊群四散。先知的话安尼讲：
上主万军的统帅讲刀剑啊，醒起来攻击我的牧者，攻击我的同伴，拍牧者，羊群就四散。我要活转身攻击细只羊啊！上主讲，这个地2/3的人会受消灭，1/3会留地。我要互1/3的人受火来锻炼，亲像得炼金炼银，因会求叫我的名，我要应因，我要讲恁是我的子民，因会讲上主，你是我的上帝。这段经文毋是介容易了解，但是这提到着末后的审判。经文的重点是提到着讲，要互因来得到炼精，好若亲像银互火炼金，互火炼同款。最后，先知讲，因要承认我上主是因的上帝，因为因离开上帝的道路，违背上帝的道路，所以才有第一段的经文讲，有假的先知，因要拄到上帝大大的审判。天国的福音是要传予世间人。启示录14章提到着3个天3个工作，圣经安尼讲，我去看见另外一个天使伫半空中在飞，伊有永远福音要传予地上的人，予逐个邦国、逐个族群、逐个民族，甲讲逐款语言的人。伊大声讲着敬畏上帝，归荣光予伊，因为伊审判人类的时到啦。着敬拜迄位创造天地海甲水泉的主。另外有第2个天使煞落去讲，倒落去啊！互万国啉伊淫乱的烈酒的大巴比伦倒落去啊！另外有第3个天使煞落去大声讲，若有人拜迄只兽甲兽的像头额，还是手有刻印，迄个人嘛着啉上帝受去的酒，就是天伫上帝受去的杯的醇酒。伊会伫圣天使甲羊羔的面前受着火甲硫磺的苦楚。苦楚因的火庆烟上悬，永远无停。迄个拜迄只兽甲兽的像，以及有刻着兽的名的因的人，暝日拢袂当安息，因为安尼遵守上帝的命令，佮坚守信耶稣的信徒，着有耐心。我佮听见对天有声讲，你着写起来，对他以后着为着丧失性命的人真有福气，为着主丧失性命的人真有福气。圣神讲是，因会脱离劳苦，得到安息，因为因的所做会得到认定。约翰伫启示录提的重点是安尼。对他以后为着主死的人有福气，有圣神的声音回答讲：是啊，因会脱离劳苦，得到安息，因为因的所做会得到认定。咱得进一步来回顾耶稣基督伊的教导。伊讲：毋拿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的，嘛无资格跟对我。要得到家己的性命的，会丧失性命；为着我丧失家己的性命的，会得到性命。这是伫马太福音第10章38节到39节。求主帮助咱伫一生的中间，愿意来追求主所赏赐的性命，无去看重
肉身的性命，愿意为主来牺牲。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，以色列的牧者带约瑟，亲像在带羊群的上帝啊！求你暗耳空听，坐伫天西基路伯宝座顶的主啊！求你发出光，求你伫以法莲便雅悯马拉西的面前，显出你的权能来救阮。上帝啊，求你互阮复兴，求你的面发光照阮，阮就得到解救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你对你的子民的祈祷发受去要到偌久？你互阮用目屎做饭食，用规碗目屎做水啉。你互隔壁国因为阮相争，对敌做阵，甲阮踢笑。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求你互阮复兴，互你的面发光照阮，阮就得到解救。17节到18节，顾你的手保护你正边的人，就是你为着家己所竞选的人。安尼，阮就袂背叛你。求你甲阮救我，阮就要求叫你的名。愿上帝帮助阮，会通坚持行伫上帝公义的道路。求主帮助阮，愿意追求基督的义，来放弃阮所拥有的。亲像主教示阮的，愿意为主来放弃性命，就要得到永远的活命。求主赐福大领保守，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